新地奪港鐵屯門16區項目。嚟自香港仔，2025年11月7日。日前截標的港鐵屯門第16區站第一期項目，港鐵作公佈，由新鴻基地產成功投得。屯門第16區站項目屬於興建中的屯門南延線的車站上蓋項目，位於屯門泳池位置。其中第一期屬於整個項目東北面部分，住宅總樓面約60.1萬平方尺，提供不多於1280伙。料總投資約60億。新地副董事總經理雷霆作表示，很高興投得屯門地皮，地皮位於將來鐵路站上蓋，位處屯門南端臨海，環境優美，未來商場及社區配套充足，將興建中小型單位為主，料總投資約60億元。綜合市場資訊，項目市場估值介乎12億至24億元，每平方尺樓面地價2000元至4000元。據了解，將由港鐵負責項目補地價，發展商需提供一筆前期費用，價高者得，並支付29% 分紅。該地價費用容許分2期支付，一半在招標時候支付，其餘一半則將在項目取得入伙紙或於2031年11月底的落成期限前支付。